2026齊天大聖嚟到熱過火焰山嘅赤馬年會點呢？我哋一齊睇下猴仔猴女嘅性格先。你去咗可疑網站喎。反應敏捷，轉數快，主動聊交同人嗌。今日要 update 晒全公司嘅電腦，叫埋 fax 幫你。唔使，我一個搞得掂啦。自視過高唔求人，收工唔能夠走人。又係鴨炮蝦你。俠義心腸抱不平，參加比賽想成名。校際比賽開始接受報名啦，一齊玩下啊！2026係丙午火馬年，屬猴係金，今年會好似俾人擺咗上鐵板燒咁。今年好多工作機會，交付重任做到咳，鍛煉意志唔少得。你要去瑞士接個大客，驛馬星動周圍喐，搬屋旅行有糧出。創意想法變現金，木帶財富都跌燈。我嘅木系電腦收到咁多訂單啊，好似唔錯，但有嘢要注意。今年孤神入命，明明成班圍住你，感覺孤清被遺棄。無心之言口太急，被人誤解生爭執。你好嘈啊 Monkey， 你唔好鬧得得啦。單身桃花轉眼逝，忙到失聯好閉翳。忙到幾個月冇揾阿 Cat， 唔知佢點呢？咁有咩可以幫到猴仔猴女㗎？帶海藍寶啦，海藍寶可以幫佢哋將尖酸惡言變溫軟。豬仔，優化你有冇事啊？Monkey， 你真係好。藍寶強化收信號，打開心扉唔扮酷。馬奔波蕩失路，點樣行返出去？方向清晰防腦霧。除咗海藍寶外，我哋仲有好多唔同嘅水晶擺設，我哋仲可以根據你嘅需要幫你設計水晶手串及手機串。新春期間，我哋嘅咖啡同果茶都有優惠，有興趣嘅朋友可以去網頁購買或者私信我哋。仲有訂閱我哋嘅頻道啊！